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10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23节到4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12章第1节到25节，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专心服侍。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这是10条诫命内底的第4诫。守安息日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节日，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袂当无执行的规范。但是因却袂记这安息日真正的目的是为着要敬拜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咱看见讲，犹太人守安息日，守甲都变做一种真牵制的命令。过去看见这个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，也是祭司、长老，因对人的要求拢是非常的严格。现代呢，就需要用民兵啊，是宗教警察来管理。敬拜上帝并不是一种规范，一种形式，也是应该是爱对心底敬拜。就亲像耶稣基督对迄个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，伊讲上帝是一个神，敬拜上帝就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。撒母耳年老的时阵，对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了后，撒母耳佫提出最后的建言，并且提醒以色列人都要重视伫上帝面头前所立的誓约。撒母耳记上卷12章第1节到25节，安尼记载讲，撒母耳甲所有的以色列人讲：恁对我的要求，我拢有听去。就甲恁设立一个王治理恁。现在恁有一个王来领导恁，我已经年老头毛白，我的囝嘛拢甲恁做伙。我对少年到大拢一直在领导恁。我伫遮，恁就伫上主甲伊所选立的王面前作证。我兼捌抢人的牛，夺人的驴。捌欺负啥人，压制啥人，捌甲人收报路，做无公平的裁决。若有，我要刑恁。恁应讲，你毋捌欺负阮，毋捌压制阮，嘛毋捌对什么人摕什么。伊甲因讲，今仔日恁袂当找着我有做什么毋对。上主甲伊所设立的王嘛，拢为我作证。人民应讲上主作证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，以前上主命令摩西甲亚伦带恁的祖先出来吉，打着瓦克好势，徛好势，我要对上主的面前甲恁控告，甲恁提醒。上主有为着恁甲恁的祖先做真济拯救的大事。早前雅各去埃及了后，恁的祖先有求叫上主，上主就找摩西甲亚伦带因出埃及，互因伫这个所在定居。毋过因袂记这上主，因的上帝，因就甲因交互下属的将军西西拉、非利士人甲摩押人，处在遐的人来攻击。因求叫上主讲，阮有犯罪，因为阮离开上主去服侍巴力甲阿斯塔洛。求你救阮脱离对敌的手，阮就要服侍你。上帝就找基甸、巴拉、亚弗他甲我撒母耳来救恁脱离四围对敌的手，恁才会当平安徛起。毋过阿文人的王若合一个来攻击恁，恁就对我讲：阮无爱，阮一定要有一个王来甲阮统治。其实上主，恁的上帝是恁的王。
咱看咧，我所竞选所求，恁所竞选所求的王伫遮，上主已经设立一个王来统治恁。恁若敬畏上主，服侍伊，听伊的话，无违背伊的命令，恁甲伫你，恁的王嘛顺坦上主，恁的上帝，安尼就真好。恁若毋听坦上主的话，违背伊的命令，上主的手会攻击恁，亲像早前攻击恁的祖先相款。咱行好势，来看上主伫恁目睭前要做的伟大的事。今日减毋是赶小麦无雨水的事，我要求上帝。伊会起雷落雨，互恁也知也看出恁为着家己所要求设立王。伫上主面前是犯大罪，撒母耳祈求上主，上主就伫即日起雷落雨，众人就惊为上主甲撒母耳，甲因甲撒母耳讲，请你替你的仆人祈求上主，你的上帝愿才免死。因为阮为家己求一个王，真正是罪上加罪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，毋免惊，虽然恁做即个歹代志，毋过毋通偏离无对上主，只有专心服侍上主，毋通偏离上主去对虚假的神明，因为虚假无路用，袂当救恁。既然上主竞选恁做伊的子民，就为着家己持守尊贵的命，伊一定袂去杀恁。我一定不断替恁祈祷，若无我就得罪上主。我要指示恁好佮正直的路，恁只有着敬畏上主，诚心实意服侍伊，就会记得伊为着恁所做代志偌尼大。恁若继续做歹，恁甲恁的王一定会一时都灭无。耶稣基督提醒门徒，伊离开的时阵特别到，并且着爱立落为着人洗脚的典范。伊要爱这军队伊的人专心全意来听上帝，听基督，听正人。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到17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讲，半个节前，耶稣知伊离开世间，转去爸遐的时间伫到，伊一直听这世间属于伊的人，就听因到底。耶稣甲伊的门徒伫食暗顿的时，魔鬼已经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伫伊斯加略西门的囝犹大的心。耶稣知爸已经将一切交伫伊的手，嘛知家己对上帝遐来，要搁倒转去上帝遐，就离开倒，脱外衫，摕一条巾仔下伫腰里，然后将水倒伫水盆，甲门徒洗脚，搁用下伫腰内底的巾仔甲因拭。伊洗到西门彼得遐，彼得甲伊讲：“主啊，你要甲我洗脚哦？”耶稣因讲：“我得做的，你现在毋知，后来就会明白。”彼得甲伊讲：“你绝对袂用得甲我洗脚。”耶稣因讲：“我若无甲你洗脚，你就甲我无关系。”西门彼得甲伊讲：“主啊，若毋洗脚，连手甲头壳嘛着甲我洗。”耶稣佮伊讲：“人的身躯洗了，规身躯就拢清气，干那洗脚就好。你已经清气，毋过毋是逐个人拢安尼。因为耶稣知什么人特别甲伊出卖，所以才讲恁毋是逐个拢清气。”耶稣甲伊洗脚了后，穿外衫，倒去伊的座位。伊甲因讲：“恁敢明白我对恁所做的？恁称呼我老师，嘛称呼我主。恁安尼称呼真对，因为我就是。我做主、做老师，拢甲恁洗脚，恁嘛着互我洗脚。
我有留模样互恁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牧人袂比主人较大，放车牌的嘛袂比车牌伊的较大。既然恁明白这个事，若去实行就有福气。诗篇37篇23节到40节因为今仔日已经介长，则请咱家己来看。做伙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会当诚心实意接受上帝的诫命，并且活出诫命的活命，帮助阮学习基督世界的精神，愿意服侍人，互人得到利益，用安尼信仰生命来感谢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